definitive apex predators. I could help you.鐵血戰士萬方廝殺 Predator Badlands 作為鐵血戰士系列第7部正傳電影，此片最大特色係徹底打破自1987年以嚟嘅敘事傳統，主角不再係人類，而係鐵血戰士自身，改寫咗觀眾對呢一個經典外星獵人種族嘅想像，首次將鏡頭真正聚焦於鐵血戰士本身，首次成為情感主角。呢個長年被視為冷酷殺戮象子嘅角色，擁有咗成長、恐懼、疑問與情感，為呢個近40年嘅老牌 IP 注入久違嘅生命力。導演丹崔克坦伯格 Dan Trachtenberg 早已被視為鐵血戰士系列嘅最佳新生代掌舵者。佢嘅前作《鐵血戰士狩獵追擊 Prey》以17世紀嘅創新背景廣獲好評，亦都確立咗佢將舊 IP 注入新生命嘅能力。崔克坦伯格身為鐵血戰士嘅狂熱粉絲，既尊重系列世界觀，又擅長從中挖掘未曾被觸碰嘅可能性。佢曾經坦言，本片將反派族群轉為主角嘅靈感，源自詹姆斯卡梅隆 James Cameron 喺未來戰士續集中改變 T-800嘅手法。佢更加曾經親自向卡梅隆請教概念，並且獲得對方鼓勵。演員陣容方面，艾麗范寧 Elle Fanning 以一人分飾兩角，受損仿生人提亞越完全體泰莎。I played both characters. I worked a lot with Dan to try to figure out how to differentiate the two. 展現從溫柔到冷烈嘅強烈對比，成為全片矚目焦點。飾演雅特加戰士戴克嘅迪米特里烏斯 Demetrius 則需喺繁複特技化妝、假肢與動作捕捉下呈現角色嘅肢體語言，表演難度極高。為塑造更具文化深度嘅外星族群，劇組特別邀請曾經參與《阿凡達》嘅語言學家，替鐵血戰士創造咗完整嘅雅特加語言體系，使角色不再僅係咆哮與吼叫，而係具有語言文化嘅智慧生物。故事設定於未來一粒偏遠星球，戴克因體格不達格鬥標準，遭族群拋棄，被逼獨自於危險嘅吉納星球生。佢為證明自身價值，立志獵殺當地最致命嘅生物卡里斯克。旅途中，佢邂逅嚟自韋蘭集團已受損嘅仿生人提亞，兩者間嘅合作關係從戒心到信任，逐漸成為劇情情感核心。Would you stop? Let's get out of here. 警察踢輸片中透過衛蘭集團嘅出現，有機地將異形與鐵血戰士宇宙再次銜接。片尾嘅黃色起重機械人更讓異形續集影迷會心一笑，使跨系列粉絲都能夠享受彩蛋樂趣。范寧所飾嘅提亞溫暖、天真、略帶幽默，而完全體泰莎則冷酷、精準、無情。兩個角色嘅反差，以及佢同戴克之間嘅微妙關係，使影片嘅情感線條更立體。戴克與提亞嘅互動更加係推動劇情嘅重要力量，亦都讓本片成功擁有前所未有嘅鐵血戰士情感核心。2025年11月全球上映，北美首週末票房達4000萬美元，創下系列最佳開畫成績，其中 59% 嚟自 IMAX 3D 場次，顯示觀眾對本片視覺效果嘅高度期待。評價穩健，成功融合新舊觀眾，爛番茄 85%， Metacritic 71分。影評人普遍肯定本片能兼顧系列精神與創新視覺，使鐵血戰士從恐怖圖騰蛻變為具敘事深度嘅主角。吉納星嘅地貌、怪物生態與未知植物皆極具想像力，老粉絲能夠享受細緻彩蛋，新觀眾則可輕鬆投入自成章節、節奏明快嘅冒險故事。呢個係本片成功嘅根本原因之一。
鐵血戰士蠻荒廝殺展示咗一個老牌科幻 IP 嘅新生命。喺尊重原典嘅前提之下，嘗試以情感與文化重新定義獵手。崔克坦伯格與團隊以簡潔劇本同厚重視覺塑造出一部既有動作爽度又具世界觀深度嘅作品，成功兼顧系列粉絲同新觀眾嘅期待。然而呢種人性化重塑，同時亦都係一場冒險。1987年嘅鐵血戰士令人恐懼嘅唔係暴力，而係未知本身嗰種無法理解嘅他者感。當系列喺一次次續作中為怪物賦予動機與倫理，恐懼便被解釋所稀釋，野性亦都隨之消失。蠻荒廝殺正慘喺呢兩種方向嘅交界，佢試圖以角色深度取代純粹恐懼，卻亦都喺某種程度上填滿咗未知嘅空間。呢個讓人嘅讚嘆其敘事野心，又難免懷念嗰個難以言喻嘅原初恐懼。或許鐵血戰士嘅真正力量從來唔在於我哋理解佢，而在於我哋無法理解。如今當鐵血戰士變得可共情、可分析嘅時候，我哋或許得到咗一個完整嘅角色，卻失去咗一個經典嘅謎。喺票房同影評層面，蠻荒廝殺仍取得咗系列最佳成績，並且獲得主流媒體普遍正面評價。但其人性化嘅策略更似係一種敘事推動下嘅必然代價。總結一句，佢唔再只係獵手，亦都唔再係鐵血戰士。We might not be alone in this hunt.